再來看，這台中是因為去年爆出這非洲豬瘟疫情，目前是規定這油噴離戶打了後，就要全部攏車去燒。也毋過，佇台中北屯區內，所有民眾發現這環保局的噴掃車是直接甲這離過噴水安尼摒入排水溝。環保局是表示講，這是隊員伊個人的行為，今仔日已經有登去現場消毒，而且也會甲隊員處分。台中市環保局的噴掃車停佇咧這台空地啊，咧放垃圾的噴水。收水都全部倒在這邊，哦，太誇張！就是這台車，規塗骹的垃圾噴水實在是足歹味，這環境嘛足垃圾，民眾就愛對方甲遮清清的，啊，毋過清刷了後，這味嘛是閣足重的。20暗時晚6點，台中市環保局的噴掃車佇北屯區這台空地啊，甲垃圾噴水就擺溝裡，全部攏去互民眾看到。是黃黃的水漬嘛，因為那邊平常我們搬過來說很乾嘛，所以那邊是乾的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它就是在擼嘛。那因為我覺得怪的原因是因為你沒有拿水，你也沒有拿什麼東西去弄它，可是就是地板上它就是在刮水溝在清理嘛。離環保局趕緊派人到現場來清消，依照正常的程序來處理。若噴掃車污水槽滿，人員應該愛先把車輛開去驅隊。甲污水甲卸掉了後，才會使閣繼續去收噴掃。啊，毋過這台車負責的人無依照規定處理，家己甲污水排入去到溝裡，這是個人的行為，會依照規定將嚴來處分。在垃圾壓縮的時候，就會產生湯湯水水的污水。那時候在垃圾車污水槽裡面產生的污水，那他應該回來區隊做請到，那隊員卻便宜行事，把這一道手續忘了。把它請到在我們那個水溝裡面。因為台中市佇去年才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市府講，這個行為已經影響到環境衛生，已經嚴重違反環保局隊員工作的規則。除了對駕駛，也閣有隨車人員會記過來處分。另外，嘛依照廢清罰1200塊到6000塊的罰款。啊，後續嘛繼續加強訓練甲監督。記者綜合報道。